副小局伫烟花市政中心举办观景仪式，由淡市学前联合协会召集一个爱心团体甲公司行号做伙出钱，观景11台 AED， 予淡市公共托育机构由市长吴依婷代表接收，并回敬感谢状。在公部门的这个场合设置民间的部门我们也鼓励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场合来设置，这样子。 甚至在车站，还在一些地方，那这个部分都会有这个 AED 的设置。那另外呢，但是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区块，还有托婴中心的这个区块也是需要的。那也是希望我们让我们的教保员以及老师能够熟悉这 AED 设备的操作。我们也会请消防局还有卫生局的部分来这个做一个教师的教导。 这样子大家会使用，那这样子这个机器就能有帮助，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知道托婴中心跟幼儿园目前都还没有做法定的需要安装，所以这时候我们也透过我们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我们新华狮子会来做这个捐赠，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狮子会能够邀请各个企业一起来共襄盛举。不要用到是最好，但是如果需要的时候，大家至少你在 很多公共场所你看得到，但是你未必会使用。对，那所以说我们借由我们这些社会公益团体的力量，那来把它推广出去，把它普及化。小局指出，为了增加公共托育的数量，预计伫113年到115年将持续建立10处公设民营托婴中心。 后续卖评估，敢是要媒合资源，超前部署增设 AED， 成为淡市公共托育服务的特色，嘛互受托婴幼儿加一定的安全保障。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